我甲恁讲，千万爱相信恁家己意志，还佫有意念的力量。像我最近下愿的能力真正愈来愈强，我伫心内想的代志真正就是会发生。前几工仔去踅小小卖，我就看到因咧卖糖粉、土豆粉，我就知影啊，清明到啊，最近大家要开始爱包润饼。我就想到阮阿嬷过身啊，所以我旧年无食着润饼，今年我嘛足想要食润饼。啊，我就徛伫糖粉头前，伫心内甲阿嬷讲：阿嬷，我真正足想你，我足想要食润饼的，你敢会当变润饼出来我食无？结果咧，今日我去主持记者会，通常记者会拢会传一寡地点，互大家早顿去食，竟然是润饼！我真正要哭出来。通常记者会的地点拢是胖，拢是礼盒，无可能是润饼。阿嬷！我就知影，巴肚枵一定看阿嬷绝对有效的，食到真正好出来。所以讲下愿真正足重要的，饭会当乱食，话袂当乱讲。相信你家己的意念内底是有力量的，好好啊下愿你想要爱的物件，宇宙真正会用你想要到的方式送来你面头前。